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青春变公道单元，我是阿明詹伟民。咱邀请高中生、大学生针对着12月18四大公道案，做伙来用台语辩论。经过第一场示范赛以后，有影看着讲，哇，少年人台语有影水，啊，字路嘛有影清楚啦吼。今日是咱的第二场顺大学组的这个选手，今日咱要针对着第20案公道案哦。主问是：你是不是同意中油第3天去接收站耍离开桃园大潭海草打海花甲海域？精彩辩论，即阵随来起讲。首先来了解正反辩论员哦，第一队是咱邀请到这个正手边的麦年花，是正方第一边高台霸川学堂王如璇。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咱邀请正方第二边台台政治系曾明彦。大家好。感谢。第三咱邀请正方第三边台台生物机电系邓伟伦。大家好。再来是我的这个倒手边是反方的这个代表 TNC24 团结会小分队，小可歹读啦吼，但是咱要好好邀请反方第一边台师大华语文系陈玉安。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位咱邀请反方第二边台师大设计系陈冠伟。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三位咱邀请反方第三边韩英如。大家好。非常感谢。然后今日咱讲到辩论，有完是分做是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申论，第二部分是自由辩论，第三阶段是结辩。咱讲第一阶段是由申论哦，正方先派第一位辩论员来发表，接来是反方第一辩论员哦，按顺序是正方第二边，反方第二边，正方第三边，反方第三边。各位辩论员发表的这个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咱第一阶段就要正式来开始。首先邀请正方第一边王如璇，请开始。对咱来讲，第3天然气接收站唔那是经济甲权力的选择，是石化经济甲青色经济的选择。台湾经济发展需要行咱永续经济脚步。海草搭是一种神奇的生物。伊特别的所在就是伊会使经过钙化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煞来提防这地球发烧变甲愈来愈严重。咱拢知影，天然气是一款石化燃料，伫土骹甲抽出来了后，烧天然气了后，就会排放出二氧化碳。伫个2018年，即个环境保卫基金会甲一寡学者伫咧科学期刊顶头发表研究。讲伫天然气开发的甲迄个运送的过程，内面会排放真济甲烷，造成即个地球发烧愈来愈严重。面对安尼简单的问题，咱竟然是选择去破坏即个生态，只为着要去争取更较济石化燃料。大潭海草搭得到海洋保护组织 Mission Blue 指定是一个东亚西亚头一个希望的所在。海草搭是海草甲珊瑚做伙生活了后，珊瑚无法度适应离开煞存落来的即个搭，就是讲海草搭适应即个环境的能力，其实是比珊瑚搁较强的。而且珊瑚搭一年生10公分，海草搭10几年尔可能嘛生无10公分。已经生7600年的大潭海草搭。当然是咱世界宝贵的自然遗产，而且呢，唔那是海草搭，真正要断种需要保护的即个生物，拢应该爱受到威胁，拢会受到威胁。这唔是讲吼，卖乌海草搭都袂有影响的。台湾虽然是一个海洋国家，也毋过咱对附近的海拢无完整的一个调查，造成讲每一摆若是有即个开发案，伫个开发佮有保护的选择当中，咱拢会去选择讲，就是要来去做一个开发，要去保护咱的环境。台湾即马当咧进行一场对南部甲北部的大天海的即个运动，对高雄、云林、台中到桃园拢有需要起即个天然气的接收站。咱用能源转型的名，甲咱的海岸舞甲歹了去啊！对面的朋友，请恁来做伙甲阮小看卖咧。咱台湾敢真正有需要遐尔啊侪天然气的接收站？过去因为无必要的开发，咱台湾西部的海岸已经有8成，已经变做是按摩图啊。每8公里就有一个海岸，即摆有真侪海岸拢已经无咧用啊，所以爱放足侪肉粽甲来降低咱即个侵蚀。
马占甲就亲像是海岸的岩症共款，互台湾海岸的病症愈来愈严重。阮真正希望莫阁继续破坏这愈来愈少的自然海岸，爱留互后一代去看到上天然的无马占甲的海岸的机会。是非常感谢吼，但是时间要1分20秒这个时间吼，即阵咱来邀请到反风第2编陈玉安，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风的第1编。即马咱要来讨论，为虾米咱一定爱去这个天然气接收站？第一，咱的用电的需要增加。台湾即马的经营者发展足紧，每一个行业的用电增加足济。尤其伫咧科技产业上，国外拢想要台湾的晶片，所以开发的速度需要对应的能源来供伊使用。伫民生用电的方面，大家拢希望过了爽快的生活，手机冷气的使用敢若会增加，袂减少。但是讲呢，所以用电无够的问题，一直拢互大家足困扰。但是燃油煤发电会造成足严重的空污，而且用能电厂的中心启用会造成核废料，甲佫有安全的问题。想要稳定的供电，同时爱佫较顾虑空污的问题，实在是互人进无步，退无路。桃园大潭电厂是使用天然气发电，除了减空污以外，伊内面3台机器开始使了以后，伊的发电效果会当达到台湾总电量的6%。伊的比例实在是上重要佮大，会咱的核电2厂就要停起来的。阮若是要较紧开发新的能源，佮来代替，了起的供电量爱互谁来补？北部是台湾的经济中心，大潭的发电会当稳定输出。佫较会当互1000万人的用电，若是3节停工，会影响到台湾总电量。若是你无想要过到分区供电的日子，惊到每滚3点钟就要换你的厝停电。咱互3节停工，机器发电是帮助咱的生活、甲经济上好的方法。第2点是减少空污。咱的经济部长有表示讲，若是咱的3节无法度准时起来，会影响到2025年的能源分配，安尼就会变成增煤减气。原本50%的天然气会留底，30%的煤会增加。若是咱烧煤的量提悬足济，咱的空污指数嘛会上升足紧的。除了互全球暖化更较严重之外，咱民生的方面阁会出问题。另外，阁有台湾的南电北送政策，互南部的用电发电厂提悬烧煤的指数，大家鼻孔拢乌麻麻，更会套到气部的病变。台湾的肺炎排名是全世界第3名，为虾米呢？就是咱的空气污染严重的关系。若是咱3节停用，北部的电量就要足欠的，中南部就要继续烧足济大，安尼空污一定会比即马较可严重。第3点是能源转型的关键。近几年来，台湾足拍拼伫咧发展低污染的发电能源，期待会当代替用煤发电，佮有达到经济甲应受上好的平衡。风力发电会互地形甲湿地的协调的，水力发电的效果甲伊的所在有嘛足济限制。核能的发电使用因为核废料的问题，一直互大家足歹信任的。安尼讲起来，大潭天然气的发电能力，甲伊的低污染的特色，完全符合咱所希望的永续这个目标。非常感谢反风第1编陈玉安啦吼，即阵咱要邀请正风第2编曾明燕，请开始。我要甲反风讲，你莫甲阮下惊，吼，因为无3节袂欠电。为虾米咧？因为大潭的新机组已经有天然气会使用啊。因为即马经济部能源局去年的报告有讲，第2天然气接收站已经有
加气会当运输起大单电厂，互遐个机组用，而且伊个天然气的量已经增加到700万吨，是三只的2.33倍。所以讲，其实无三只是袂遐尼紧就欠点的，而且经过海管运输去大单电厂，根本就袂增加中南部空污的问题。好，回应就到遮。阮讲到遮咧，其实阮想要讲的是政府伫定书顶面的问题。咱拢有看到，头一个是咱政府迟迟无愿意开听证会，这就甲日头会校运共款。听证会是一种政府定书较严格的会议，政府爱回答会议内底提出的问题，嘛爱慎重考虑人民的意见，这是公听会袂当比的。今年10月，民进党团讲爱过3个月了后才开公听会，到时阵公投拢结束啊，开公听会是有啥物意思？第二是法律问题，环境基本法第3条有讲到，若是环境甲经济有冲突的时阵，应该先保护环境。毋过，阮为即摆来看，咱选定选择牺牲环境，真正是甲咱立法的价值无共。咱再讲，海草搭公投毋是咧反对天然气，阮认同天然气是一种能源转型的过渡方案。毋过，阮要求的是爱选择合理的所在，而且莫破坏着阮的生态。2018年，同时市政府就讲，中央大河的调查无涵盖着生态调查。就安尼，市政府家己讲爱用农委会的报告作为伊的主要的参考资料。农委会迄个报告顶面就讲，爱甲大淡海岸规划做自然地景。毋过到即马2021年啊，汤市长郑文灿阁咧用2015年的报告，讲中央大学无建议甲大淡海岸规划做自然地景。伊家己讲的话，家己袂记，这毋是反起反倒，还是咧假无看。第三是咱政治人物实在是少会晓做交换。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2018年10月5号有讲，若是第3天然气加输站有启程，行政院就会使斟酌深澳电厂是毋是爱起。10月8号过3天尔，大单环评案就过啊。搁过4天，10月12号。行政院就宣布深澳电厂要起啊，这毋是政治的交换，用加输站换深澳电厂吗？嘛因为安尼，2018年10月8号，互人号做环评历史上黑暗的一天。迄当阵环保署副署长更因为安尼辞职抗议。为虾米？因为当阵18个委员有8个拢退出委员会抗议，只有10个委员有去，其中7个阁是政府派来的委员，只有3个是民间的学者。安尼落来，政府的意见当然压过民意，安尼敢有公平？第四是杀袂倒的裁断，海岸的地本底是袂当买卖，毋过国民党有投资的东鼎天然气公司选用一边200外块的价数买到汤圆外海的230公顷的地，想要摕到4000亿提供天然气的合约。毋过第一间买啊，东鼎后来煞无摕到标案。所以中油才伫2016年甲东鼎公司买落来，甲3只起伫咧大淡，这毋是咧维护财团，啥物才是咧维护财团？所以咱认为这毋但是环境正义的问题，阁有转型正义的问题。咱的海草单无应该因为社会黑暗来牺牲，更加袂当听信政府做派。咱讲到遮，多谢。非常感谢正方第2遍曾明言这阵咱要邀请反方第2遍詹冠伟，时间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方2遍。面对这个海草带的公投咧，环保团体有提出真侪代替方案，希望政府会当停工去伫咧桃园大潭的3接工程，保护咱当地珍贵的海草带。一开始咧，咱来讲到这个台北港的方案，政府提出讲3接若是要牵去台北港。要有50几公里的海管，总共会经过5个海草大区，包括沙仑、苦厝港、草螺、白玉，最后才是咱的大潭海草带。一旦把这个管道做落去，一定会去伤害到更较侪环境。敢讲，敢若大潭的海草带，值得咱保护咧？讲到这，就有人提出讲，咱若是改行路管咧，那呢？咱就要有40公里的路管，
会经过5个人口密度正悬的行政区。大家想看卖？今仔日若是伫恁兜的边仔，开始咧挖路带天然气管，你敢会同意？尤其是八里地区，污水处理厂、粪扫掩埋场，也有焚化炉等等，已经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啦。假使讲，若是搁甲三接起伫咧遐，毋就是无顾当地民众的反对，也有抗议咧。过来讲到即个台北港的空间问题，根据即个台湾港务公司的讲法，全球的海运景气已经渐渐咧恢复。像今年8月，已经有24000吨的即个货船伫台北港靠岸。台北港的空间未来嘛会继续提供即个物流的出入，并无建设其他工程的计划。除了拄则讲的海管也有陆管的工程问题，也有空间的问题以外，但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建伫咧台北港敢有安全？经济部处长有提出讲，因为台北港是商用港，航道敢若400公尺尔尔，考虑到天然气存的寸尺，若是采用这个方案，入港了后，船身会有一半停伫咧航道顶悬，会和现有的这个航线发生冲突，造成航安的问题。而且，这项工程搁位咧防空飞弹的基地附近，顶头搁有飞人机的起降航道，必须要经过各方单位的评估，袂去影响到航安的安全才会使。照目前这个状况来看，台北港的方案敢若无比原本的大潭较好。说落来，咱来讲到这个扩建台中接收站的问题。第一，扩建了后会先提供予当地使用，无法度解决这个南电北送的问题。第二，伊的供气量也有送到大潭电厂的这个能力嘛无够。最后，伊的工程嘛无法度伫咧2025年达成这个减碳的目标。咱规个建设工程无应该是纸上谈兵，也是断章取义应用工程的时间来评估这个方案的执行性。各行各业拢有因的顾虑甲因的专业。目前三接已经起了一半，开了真侪钱。假使若是停工，正所有的调查也有工程拢总是白菜工。受到经济发展，也有大量厂商的回流，未来的用电敢若会愈来愈悬。三接是上会当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法，让台湾走向绿色的能源经济。我嘛相信，中油要逃避因应尽的社会责任，政府嘛要替台湾的未来，也有国际名声讲声笑。袂希望讲，徛伫国际立场，台湾是一个为着低期的经济发展，却无顾环境保育、凊彩破坏大自然的自私国家。最后，我想要讲，无论你是同意也是无同意，咱拢希望讲会当共同创造这个经济也个环境的双赢。唔通因为立场也是看法的无共来拆破面，因为其实咱大家的目标拢是共款的。感谢反方第2辩詹冠伟，即阵咱要邀请正方第3辩邓伟伦，请开始。好，大家好，我是邓伟伦。拄则对面朋友讲，由这个海管为桃园去台北会破坏这个海草礁，但是伫即马高雄到台中，甲台中到桃园，拢已经有海管啊。假使讲是安尼台湾西部的海岸应该拢海了了啊。所以咱认为，这留海管的技术是会使较进步，较袂伤害到海草礁。对面的民有讲，迄台北港已经无所在好起这接收站，但是其实伫3年前，遐阁有足侪空间是，政府都一直拖拖刷刷，无爱去伫遐。拖到即马，就有足侪台商转来投资，才甲咱讲遐已经无位啊。我认为这就是政府的阴谋，袂使互因安尼做。好，咱拢知影，咱政府的能源转型的目标，就是伫2025年前，天然气会爱降到50%。毋过咱袂使袂记，2050年净零碳排，这是最终的目标。大家
风险中心的报告就表示，想要完成这2050年再生能源2050年的目标，再生能源爱占90%，天然气占10%。到2030年，天然气的发电就要开始减少。若是安尼，咱敢有需要为着拼政府的2025目标，糟蹋7600年的海草礁？第三，接收站应该考虑现成的海港，譬如讲台北港、林口港、麦寮港，嘛会使考虑 FSRU 浮动式的接收站，满足天然气即摆的需求，嘛会使保护海岸。其中，阮感觉上好的做法，就是甲第三接收站起伫台北港。甲第三接收站起台北港有啥物好处呢？第一，台北港是已经起好的海港，无需要搁破坏新的自然的海岸。第二，台北港的风速比大潭较低，会使做工的日子搁较济。第三，未来家人的社号电厂嘛爱改造天然气电厂，而且搁要伫家人起第四接收站，破坏家人的自然海岸。家人海底的珊瑚礁的命运，就会甲即摆的大潭海草礁共款。若是第三接收站起伫台北港，就会使对台北港牵天然气海港啊，到家人甲大潭，一个台北港就会使救2片天然的海岸，救海草礁，搁救珊瑚礁。真侪人讲，第三接收站若是无起伫大潭，台湾就会欠天然气。毋过，咱台湾本来就有高雄的第一接收站，甲台中的第二接收站，这两个接收站拢伫咧靠近，绝对有够大潭电厂用到台北港起好，接收站起好。大家应该拢知影，台湾上大的天然气发电厂就是今仔日的主角大潭电厂。大潭电厂15年前就已经开始发电，用的天然气就是对台中接收站送来的。为什么伫大潭的电厂接收站唔起伫咧大潭？因为20年前中油公司的研究就表示，大潭遮的风速伤悬，会使做工课天数敢190天，所以迄阵中油公司就决定甲第二接收站起伫咧台中。即摆第三接收站搁要起伫大潭，毋就是政治压过专业的证明？为了开发利益，中油公司配合政府调整供应的标准，放水予第三接收站过。但是第三接收站真正起伫大潭。感谢第三辩论邓伟伦，即阵咱要邀请到反方第三辩是咱的韩英如，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方三辩。头拄仔咱一辩甲二辩有讲到为虾米咱一定爱需要这个天然气接收站，搁有无法度煞到别位问题。所以讲大潭是目前上适合的所在，安尼就会转来到原本大家上关心的问题，就是讲这个接收站若是起伫遮，咱海草礁敢会无去？大家拢甲这个接收站当作是妖魔鬼怪共款，但是这个问题政府已经有提出两边拢会当顾好的方法啦。就是讲这工程原本有232公顷，即马收缩甲剩23公顷，安尼等于是剩1/10的面积尔。安尼，而且这23公顷会起伫原本就有的土地顶悬，毋免吞海，阁会尽量撇开咱的海草礁。袂起伫因的顶面。这个工程嘛有甲一寡环境的专家配合，政府甲中油这边嘛会尽力去帮忙保育生态。这几年嘛有一寡成绩有出来啊。阁无够哦，除了这以外，经济部阁伫前一站提出另外一个再外塞的方案。什么是再外塞方案？就是讲，这原本的港口离海岸是742公尺，遮阁有起一个桥，下骹是空的，会当互海水安尼流动。这个再外塞的方案呢，主要是阁甲工业港阁往外455公尺，总共是离海岸1.2公里。
安尼来讲，就是以台北市来讲，就是为台北车站到中正纪念堂的距离，安尼因对烟花影响会搁较轻微，海洋嘛搁较会开放。搁来是即个方案，伊袂搁向下骹恶落，袂破坏着海草搭，会是对因的生态冲击缩小的方案。除了工程以外，则搁有设直播镜头，互大家做伙来看海草搭的成长。而且经过模拟了后，发现讲大家所烦恼的漂沙的问题，嘛袂因为即个方案恶化，是现阶段上会当达到供电稳定、减碳降空污，啊，搁会当保护海草搭的方案。这毋但会当减少生态冲击，嘛会当确定咱的减煤的计划袂延迟。一般的民众对这个问题拢无全面了解，所以大部分拢认为讲，遮有接收站就无海草搭，有海草搭就无接收站。但是其实我头拄仔讲的这个方法是会当两全其美的方法。我想经过安尼了解了后，大家就会对这个建设有搁较大的信心，嘛搁较放心，互遮起这个接收站。咱就会有电嘛，有海草搭，安尼毋是足好吗？感谢，咱讲吼，这个时间还有这个1分20秒啦吼，这个时间掌握嘛是辩论吼真重要，这个一环。啊，即阵咱讲第一阶段申论的这部分已经结束了吼，咱即阵休喘一下吼，莫遐紧张啦吼，放较轻松一下。第二阶段搁较刺激啊，咱昨看到讲吼，哇，这个自由辩论真正是一句来一句去，哇，这个部分真正真精彩，咱嘛望等下。这两队吼，梦年花 TNC24 团结会小分队吼，会当好好啊来争取着讲哦，到底观众朋友拢甲咱拍分数吼，所以等下好好来表现。即阵要来小解第二阶段咱自由辩论的这个部分吼，咱即阵小解规则。这个发言是无一定的这个顺序，嘛无限制几摆，由正方先发表。发言结束了后，随换反方，时间会随开始倒算。规定来，双方辩员不断交替来发表，一直到任何一方发表时间结束，另外一方由上尾一名代表来做这个上尾这个结辩的这部分正反双方拢有6分钟的这个时间，拢总是12分钟。即阵咱就要来开始，先请正方开始。来，好，反方，恁回答阮一个问题就好。搁话西方案到底有伤害到海草搭无？咱无一定袂，所有人工的建造一定拢会对生态有影响，但是在外石方案已经对咱的生态冲击上小啊。你哪会知影上小？那安尼明明就有搁较好的方案，你无爱选择，为虾米无爱重新评估台北港？你所讲的较好的方案是啥物咧？台北港的方案，我拄则已经讲过，台北港无法度建设这个3只的工程啊。你用的资料是倒一年的资料，你用的是2018年的资料，即马无新的资料啊。头拄仔迄个台北港的问题，我想要补充的是讲，若是这个方案真正变成代替方案，就搁有时间的问题，因为这敢若会当伫无吞海造路的所在去设这个接收站，等于讲足侪工程拢要定来一摆，安尼开差不多11年的时间，原本咱要能源转型的时程就无法度准时完成。你拄则讲迄台北港有时间的问题，但是其实大潭电厂新的机组的天然气拢是为台中接收站来的。毋是为大潭的接收站，所以阮感觉应该是无这个问题。而且台北港货柜码头公司早就甲讲有签合约，甲运输量无理想的码头添起来，变做空谷里啊。所以刷到台北港其实只爱5年半，迄是经济部咧甲你骗。啊，毋过我爱讲一句。因为咧，这个工程爱伫咧海底铺即个海管，需要先调查即个海底地形，抑个海层，了后再是油管，油管了后再清洗，抑个拍护搭。尤其是即个拍护搭部分呢，伤过复杂，而且嘛足麻烦呢。因为天然气必须要伫咧零下162度保存所上，
袂当有任何的水汽。若有水汽，就会造成即个管路的结冰。完全无亲像恁讲的遐尔简单。中油已经尽力咧，甲规个工程的距离举好底。假使若是要刷去别位，亲像台北港共款，经过的所在，敢若会比即马较济，伤害着佮海草大嘛比即马较济。你拄则讲台北港爱重新的调查，但是为虾米大单都免？因为因就是看到大单以早还未发现这个海草大的时阵，都已经通过这个环评，所以才想讲大单会较紧，较免搁重新环评才选择。所以阮感觉这是无公义的做法。好，就是你一直讲爱刷去台北港，但是敢有可有讲迄阵进前就已经有即个想法啦，但是其实捌你遐个居民是反对的，无像讲大潭遐个居民有同意即件代志。啊，恁经济部就无愿意提出重新评估台北港的方案，啊，你就维护新北市啊大潭民众的意见拢无咧插。而且我想要问，就是讲中油伫遮改供应的标准，假做大潭接收站每一档会当工课的天数，为191档增加到342档，安尼敢有较安全？拄则讲到迄大潭的居民同意，但是阮即摆咧想的是这海草大的保护，毋是迄接收站的安全性。百里的居民想的是这安全性，所以阮想讲这是两项代志。但是袂当因为海草大就无顾百里遐居民的声音嘛？无啊，阮无顾啊，是经济部爱重新评估，伊就无重新评估啊。恁该要求伊重新评估，毋是伫遮直直要去三只伫大潭。咱相信各行各业拢有因的专业能力，毋过伫咧工程的细则方面，中油的经验一定比咱的环保团体搁较丰富，而且因派着全国人民的即个期待，也搁有眼光。因的评估报告虽然无讲是100%完美，也搁有全面，毋过各界积极声音，因拢有尽力咧吸收了后，提出因的论点。无，因水工分析只有做一半尔哦，只有考虑工程工会使做，无考虑到对生态的影响。而且中油根本就是只有公布结果，无公布伊的过程。安尼是毋是要超过伊互资料无公平？拄则讲到即个公平的关系敢讲环保团体因的评估的方案比咱的中油还佫有政府较济？是无较济，因为遐个水足落的，民间足歹调查，所以阮爱要求中油公布伊调查的过程，伊就无公布啊。安尼阮哪会知影敢有互伊骗？台湾这边。就是讲，环保团体咧强调这个大潭生态重要，但是可能因为经费关系，所以一直无法度去调查，还是安怎？但是中油甲台电这边嘛有开一寡钱去保育遐个生态，保护遐个海草大，安尼对生态保育这件代志，就毋是干用嘴讲的尔。我甲你讲，海草大的生存。恁即马是新斗球，搁摕拿。你有人有钱，当然富裕会较紧。毋过大潭海草大，其实会当先按农委会建议，互规划去自然保留区。伊若是互规划去自然保留区，政府就爱用共款的资源去保护。来，范宏。阮感觉。范宏。我感觉。就是一直咧强调讲海草大的问题，但是你去台北港真正嘛无较好，搁有时间，伊有另外评估过讲，伊爱开搁较济时间，就无法度供应台湾遐尼大的用电需求。我想要回应，拄则讲迄政府有保护的代志。就是政府的做法是，
先破坏才保护。啊，阮想的是，拄一开始就保护到底。环红。若是一直讲保护，啊，咱会欠电的问题是要安怎？阮欠电的问题只是有足侪原因，毋若是无三者就会欠电。即个接收站起伫大潭，是因为台北用电爱独立出来，袂当一直南电北送。安尼台南遐个南部遐个产业的工业的用电嘛，无法度互支持着。你敢有确定有天然气就会使发电？你敢有确定遐有够的发电厂？就是因为民间的发电厂无够，才即马个转移焦点讲天然气无够。环红。天然气是桃园遐有一个大潭电厂嘛，啊，即马即个接收站就是甲天然气接落来了后，互大潭电厂使用。啊，至少即马评估起来是会当互台北遐个人使用的。阮感觉这个欠电的代志哦，就是阮的想法是，假使讲你感觉台北港的建设的袂赴，会使先用迄浮动式的接收站，啊，等到台北港的建设建好啊，再个迄浮动式的接收站，佫会使刷去迄协和电厂继续用。环红。但是咱要确定，迄浦东市的接收站会起偌久，还是讲伊敢有安全的问题？伊起的时间是一般的一半尔。环红。但是这无法度确定讲伊的安全的问题，还是讲伊一定袂破坏着海草礁嘛，还是一定袂破坏着遐个生态嘛？阮拄则讲的是伫台北港建设这个浮动式的接收站。你讲伫台北港建立即个浮动式的接收站，啊，毋过伊嘛是爱纠管到其他的所在，到咱的大潭电厂啊。正红。来，正红。阮是想讲浮动式的接收站哦，伊成本较低，可足好用，啊，佮真紧就会使完成。而且国外拢有咧使用浮动式的接收站，优点真侪，你为虾米无爱用？啊，你讲海管的问题，安尼嘛是爱做伙评估，啊，你着等评估的报告出来了后，你搁来讲啊。头拄仔有讲到台北港遐有航道的问题，就是迄个船的隔壁100公尺拢袂当有物件，但是遐是商业港，就是无法度有遐济空间会当互你做这个物件。阮是感觉刷着台北港袂搁较危险，因为你讲有遮济船，毋过大潭风影伤大，寒天根本就无使用，袂当用，啊，这毋就是互经济停起来吗？咱拄则已经有讲到即个安全的问题啊，啊，毋过咱拄则阁有讲，伊的基地伫咧即个防空飞弹的基地附近，啊，顶头阁有飞人机的起降航道，这你要安怎解释？所以，阮要求经济部爱重新评估，毋是直直摕旧的资料。一直有讲到破坏生态的问题，但是进前高铁伫咧规划时阵，伊的路线讲要经过台南的关田，遐其实有剩无到50只的菱角鸟，所以迄阵其实有出现讲要求高铁改变路线的声音，但是最后嘛是起起来，而且伊的开发佮保育是成功的，啊，佮有受到国际专家的肯定，所以咱会当讲高铁若做会到，三峡一定嘛做会到，即两面的顾好安尼。你摕高铁比接收站是毋是差上远啊？
但是两边拢是开发甲保育的问题。一个是民间的公司，一个是政府，你感觉安尼比较毋对？来，正方请甲时间用好煞。好，阮全部就是阮的论点，就是讲，嘿，阮要先用 FSRU 互动式接收站去了后，到大潭电厂，甲伊放伫咧台北港接海关，搁互互动式接收站摕去社河电厂刷咧用，安尼就是环保，就是。感谢大家啦吼，这第二阶段咱讲是这个自由辩论的这个部分啦吼，小可有较紧张淡薄，但是无要紧啦吼，咱拢是这个用台语来辩论吼，做一届这个试验啦吼，所以观众朋友嘛莫伤严格啦吼，咱讲真正拢是大学这个吼，咱讲少年出英雄吼，未来拢是咱掌握到这个咱台湾真重要这个世代吼，所以伫遮先甲因拍一下破者啦，有影真精彩啦吼，所以咱要邀请到讲吼，第三阶段是咱结辩的这个时间吼，即阵咱要由反方先开始辩论，即阵来了解到咱的这个规则。反方先辩论，然后来做结辩，再由正方来结辩吼。时间是4分钟，袂当超过4分半。即阵先请这个反方结辩。台湾伫2050爱达到零碳的目标，大家可能毋知影，天然气是减排到零碳的过程当中上最重要的阶段。相信经过解说了后，大家应该拢有了解到，接收站甲海草搭毋是干会当两个选一个尔，伊是会当同时存在的。即摆伫南部有足侪半导体的工业倒来去工厂，即种工业佫需要佫较侪用电。若是继续南电北送的话，就会造成供电无稳定，佫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三者会当解决北部欠电的问题，嘛会当应付全产业界的需要。保护海草搭最重要，供电稳定嘛最重要，改善咱的空污嘛最重要。所以咧，起这接收站了后，拢会使达到这个目的，嘛会当达成全球节能减碳的目标。讲一寡离大家生活较近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拢袂希望伫几啊年了后，你咧洗身躯的时阵无烧水，还是手机想要充电无电通充，天气热袂当开冷气，还是讲暗时无法度开电火，无法度看电视。所以讲，就算你感觉空气污染甲有全球暖化甲你无关系，但是供电稳定的问题一定甲你有关系。去了这个接收站了后，会当确保供电的稳定，你就毋免烦恼这个问题啊。头拄仔二边有讲到，这个接收站已经起一半，嘛开了足侪钱。若是停工，全部拢爱重来一摆做的遐拢是无彩啊。台湾受到经济发展，阁有足侪厂商的回流，阁有因为全球暖化的问题，互大家开冷气的时间愈来愈长。像即摆政府规定，伫每一间学校的每一间教室拢爱装冷气，互大家吹。咱嘛吹甲足欢喜的，咱就会当知影，咱未来用电敢会向愈来愈侪。即摆囡仔佫无法度挡会牢迄个热，一定会开冷气。所以讲，三接是目前上会当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咱袂当讲起即座接收站对生态是完全无影响，这是无可能的，因为所有人工的建造一定拢会有影响。但是这已经是上有诚意、冲击上小的方案啊。所以咱认为讲，伫这个公投案投下不同意的票，才会当互这天然气接收站继续起伫咧大潭，才会当互能源转型甲生态达到一个平衡。阁有头拄有讲到，北里遐居民其实是反对的，其实中油嘛有对大潭遐居民做出一寡回馈的动作，亲像因有去图书馆，有去观音国民中心，阁有定期分这个回馈金，所以讲伊嘛有去尽伊的社会责任嘛，因为尽伊的社会责任嘛有做到生态保育，安尼
其实是对大家应该是上好的做法啦。第三部分是咱的这个结辩吼，反方已经做完伊的这个结辩吼，即阵咱要来邀请到正方来做结辩吼，是咱的邓伟伦吼。即阵甲时间交互伟伦，请开始。咱应该拢同意，咱要追求的是永续发展的未来。但是永续到底是啥物意思呢？环保署的讲法是，满足这代的需求时，袂使害着后一代满足因的需求的机会。了解这点，海草大公道的答案应该就已经出来，就是咱咧发电时袂使破坏现主时存落来的天然的海岸，因为这是咱唯一会使留予后一代的物件。行政院定的永续发展指标，嘛包括自然海岸的损失甲自然海岸线的比例。正港的永续，袂使只有考虑天然气的发展目标。讲转来，上重要的观念，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应望永续，毋是分大饼。无应该为着短期的目标，演变成全台湾的大天海运动。台湾需要的能源转型，是保护环境的能源转型。是永续的能源转型，毋是破坏自然、糟蹋海草大的能源转型。我认为，台湾需要的毋是发愈来愈侪的电，嘛毋是愈来愈侪的投资。咱需要的是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希望政府会当甲人民共款疼惜咱的环境。我知影有人会讲，伫大潭区第三接收站就是为着台湾的经济发展，无去咱就趁无钱啊！我想要甲大家讲，去接收站了后，趁到钱的拢是浪费足侪钱的大工厂，因为台湾的工业用电实在是小俗啊，是全世界第5俗，所以因都无咧想办法要安怎省电，就一直要求。政府来发搁较侪电互应用，为着即阵已经足有钱的大头家，破坏咱全民拢会使去耍，拢会使去欣赏风景的海岸，危害台湾的自然遗产海草大，实在是真无彩。即马政府即款的开发模式要顾的，敢是按钱，海草大袂使活落去。是因为咱政府认为保护海草大，互因趁无钱。但是我想要甲大家讲，海草大其实是会使趁钱的。是安怎趁钱呢？互我来豆豆讲互恁听。伫即个钱愈趁愈侪，但是快乐愈来愈少的时代，因为环境愈来愈害，就算讲趁到钱啊，嘛无所在好开。工业发展愈好，大家放假愈爱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平常时关咧都市内底，做一寡家己无介意的工作，亲近大自然是唯一会使互咱感觉幸福的代志。为着到上自然的所在，咱愿意开足侪的钱，攀山过岭，落海游水，干那为着满足咱空虚的心情。若是安尼，一片天然美丽的海草大，甲一片人工歹看的接收站，到底倒一个会互咱趁较侪钱？到底倒一个会互咱感觉较幸福？到底倒一个会互咱骄傲的甲咱的子孙讲，当初是咱勇敢的做这个选择，是咱一票一票家己留落来的。讲到这，大家应该拢有一个答案放在心中。请大家一定爱记，12月18号海草大公投，请大家投同意票，保护咱大蛋市，保护咱感觉幸福，保护咱感觉骄傲的大蛋海草大。多谢大家。感谢
即阵咱第3部分嘛已经结束，咱头前吼这3部分啊有影真精彩啦吼。啊头拄啊咱嘛讲到吼，有一寡这个假音的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去小可注意，咱的这个辩论就会当愈完整啦吼。啊其实咱讲到这个辩论的经验，有的真吼充足，啊有的可能是这个新手啦，嘛无要紧。咱讲加来这个台湾声青春变公道这个单元吼，你就是这个主人啦吼。即阵咱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尤其咱讲到吼，每一队拢有一寡这个核心的这个人物啦吼，咱先来讲到。到底你家己拍几分？总有人拍90分，有人拍这个60分啦吼。啊，有的人60分，但是伊是表现了袂歹啦吼。先来拍一下分数，先来请教正方要拍几分呢？家己拍几分？真歹势吼。来讲一下分数。70分。70分，来换这边 TNC 24团结会小分队，我记得起来。来几分？嘛70分，嘛70分啦吼，所以恁即阵平手啦吼，袂歹。好，即阵咱嘛讲着吼，即边的吼，可能有人参加过即个朗读比赛、演讲比赛是辩论比赛啦吼。讲一寡即个拍过去的经验吼，咱讲用华语去辩论，甲即阵台语的即个警察，先邀请即个范峰。其实我之前无参加过任何一个有关辩论还是啥物演讲、朗读拢无，啊，就是干来向伫厝里讲台语尔，啊，我就来参加，啊，发现讲安尼一句来一句去，我实在反应袂过来。哦，你伤过头谦虚啊！你头拄啊嘛是即个主力啦吼，会当安尼讲啦吼。咱头拄有讲到 TNC 24吼，是即个台南 Club 吼，伊台师大嘛是我的即个咱讲后辈，然后嘛是台师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台师大家吼，真正有好的这个表现。即阵换这边来，咱讲到甲华语辩论，恁即阵应该是有参加过哈，还是讲亲像安尼是第一摆新手？其实讲是算新手啦。哦，你嘛是新手。嘿，毋过台语辩论比华语辩论搁较趣味。我真正读台文系，嘛是伫台南读。啊，我感觉即届实是互我学到足济。所以拢是新手啦吼，所以咱即阵观众朋友遮吼，真正爱好好甲因鼓励一下吼。啊，咱头拄讲到新手有新手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空间伫啦吼。啊，咱过来请教这个冠伟啊吼，表现嘛袂歹。你家己头拄讲拍70分，你家己的表现咧？我嘛是差不多70分啦。是啊，为即边这个比赛安怎来准备无？准备其实咱会来参加这个节目是。这个同学伊带头咯，嘿，伊带头，伊带阮做伙来招这个活动。是，所以等于伊是 leader 啦吼。leader 啦。伊咧甲你训练，也是用这个台语咧沟通的时阵，伊讲伊本地拢伫厝里咧讲嘛。啊，伫咧这个舞台顶哈，小快紧张，但是你感觉你的咱讲规个吼，这个整个啦吼，也是袂歹的这个表现吼。啊，过来请教玉安，头拄仔恁讲规队70分，啊，你甲你的这个队友安怎鼓励一下？伊做够啊，因为其实我台语无足好，伫学校我是读华语文，去读甲外国人中文。OK。嘿，其实我的台语真正无足好。无要紧，自今日开始啦，咱都讲吼，是一个大的一个进展吼。请教这个如璇吼，嘛是这个高通大学，谁人要来参加这回台语辩论？因为阮感觉讲。台语这个语言愈来愈少人咧使用，所以讲，若是看到这个甲台语有关系的活动吼，有时间啊有体力，会使来参加，当然就是爱同齐来遮来支持甲台语有关系的活动安尼。啊，咱阁请教伟伦吼，你的台语嘛真棒，应该嘛是住伫咧。我是住在云林。哦，呀，这个开口就听得出来啦吼。所以你嘛是这个熟手还是新手？我嘛无。嘛是新手，嘛是新手。对。OK， 所以咱头拄啊拢是70分啦吼。啊，你的这个部分分林用台语，啊，你甲台北来读册，台语有接用无？其实吼，阮是对我阿公阿嬷学台语，但是因为因华语拢讲伤好啊，所以你讲阿公阿嬷华语讲伤好，阿公阿嬷台语华语讲伤好，所以我都无学足济。啊，到大学了后，我阁去读去。修课，修台语课，搁继续学安尼。是啦吼，有一种这个时代人是讲阿公阿嬷认为讲华语哦对孙呢较好啦吼，但是这种观念来拍破，所以咱讲哦用台语来做辩论，有影是无简单吼，拢是新手啦吼，所以伫咧新手这个部分，咱真正
好好甲因加油一下啦吼。咱今仔日是针对着这个公投案第20案吼，咱讲到是毋是同意中油吼第3天去接收站吼，煞离开桃园大潭、海草搭、海花甲海域吼。今仔日咱讲正反两边拢总有真好的这个表现啦吼。未来嘛，期待讲也佫有真侪人会当好好来参加着咱这回这个辩论比赛。即阵已经是第2场，尾手咱也佫有这个反来滴啊、等等这这个部分啦吼。啊，真正好好感谢就讲双方这两边啦吼，非常感谢，感谢。来，咱出来，多谢，感谢。过来邀请这边民言，感谢，感谢伟伦，感谢英如。好，咱对镜头，感谢多谢，感谢。表演真好，甲大家鼓励一下，赞赞赞赞赞赞。继续继续。